伫咧新竹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经过自检了后，目前有保存较完整的战争遗址，也见证迄当时贯穿机面的生活过程。阳明交通大学利用主题展览的方式，要来讲这燃料厂过去的故事。5月15，台湾战报。今日特机比尔树主要亲信新竹州一只轰炸台中甲高雄。那日后放送的是二次大战，新竹州厅遭受轰炸的战报。另外一边，佫有记录迄时阵宝贵的日志资料。这个装置的内容是我们到中研院，因为它的内容是尚未公开的日记内容，然后我们去中研院道馆抄录之后，就是由我们的朋友，就是大家一起把内容改写成白话文，就大家更能够理解的形式。新竹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是目前保存相当完整的第2次大战战争的遗址，其中悬60公尺的大烟筒，自108年开始进行修复工程。阳明交通大学就完整保存过去较单的记录，希望让更较多人来了解燃料厂的历史以及文化。新竹有300年的这样子的历史，我们叫它是竹堑古城，可是它也是一个2战的历史现场。那又是1949年以后非常特别的眷村聚落。那我们希望在2026年这个大烟囱厂房修复完毕以后呢，可以对外开放。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太多，但是我就觉得是一个地标，因为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你只要看到它，我们就知道家在哪里。团队佮邀请细汉住伫遮的民众，讲过去所发生的故事，活动一直到2月底为止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记录以及展览，重现第6燃料厂当初时的生活过程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